另外，国防部委托中科院举办智慧警监系统的建制，有媒体即马有收到资料来亚讲，进前空军的防空飞弹指挥部本部营区在验收的时，发现讲真重要的 server 是中国做的，判定讲验收无合格。不过中科院即马回应讲，确实是有一部分的主机板打中国做的标头，不过呢，厂商讲是打唔对啊，其实这是台湾做的。防护营区的智慧型的这个警监系统解密金钥的部分，它实际上是中国飞天诚信制造的无线键盘，这个也是中国制的，接收器插在电脑上面。一日前，立委审查有算时表示，国防部委托中科院执行的中央防空营区智慧警监系统，内底有部分产品是中国制。国军讲，若是属实的太晏。就位国防表示，相关系统送到空军的防空飞弹指挥部本部营区验收时，共发现有关键组件是中国制。秘密媒体记者资料指出，香山营区的军方人员发现系统内底影像整合伺服器的核心晶片是中国制，明显违反国防部采购案规定。空军也证实验收判定无合格，已经请中科院改正，并且希望复检时特别检查。因为中科院讲，智慧警监系统已经用云端伺服器及时掌控营区的点压机画面，掌控处理人员、车辆名单、重点的设施状况。这采购案总金额超过128亿，第陆海空甲后备这全国总共284个营区拢建制，预计2025年完成。本意是强化营区整体安全，不过其中若是有中国制品，恐惊有国安的问题。很可能就是会把这些关键的机敏资讯跟影像，透过网络就是送往中国指定 IP 里面进出的重要军职，都是我们国家重要的这个国防资产。那如果他的身份还有进出的时间，之后还有人数都被掌握的话，自然会形成一个重大的漏洞。也那中科院回应澄清，这个案件是验收时发现部分的主机板打着中国制标签，不过厂商表示是无小心打起的。经过查核了后，确实是台湾厂商生产的。不过为着小心谨慎，已经要求工批处绑架来退回中验，并且追究厂商违约责任。记者综合报道。